我来这个哎，打不动么？木子木开，开上是鸟哎。喂，你们这开脚光皮，别别，那个还上毛喂，俺那个么？俺爸们啥鬼啥嘞？都没有那个，就问俺这哈，没有。哦，你要搞什么苗哎？你是个的，嘛，俺那个俺没有听那么多哎。没我多嘛。你晒乌你去不？俺没有是不路马了，啥个马了喂？你晒乌。比没呢。哟，也像我不知道来才忙我。妈妈说没有把这没人，也像这个啊，我听不灵，一拍个往个地拍个拖不嘞。买人小嘛，我这人家也不买了喂。哟，俺没有给啥个俺背，没背个扛到没嘞，俺也给啥俺背了喂。哎，好，我当时为啥都把追这里？都把揪出来，都把揪出来。哟，啊，哎，当时我当时哎我打不呢。打不，打没有。啊，我妈个喂，没弄没弄成。到拉萨到阿米里没去啊喂。来喂。他对。啊？他对。咋表的？不对。咋表的？那么咋表的嘞？人家你们闹咋？人家不是当你才不来。人家说我们可以不什么嘞？咋表的啊？咋表的嘞？咋早给龙年烧路不什么了？龙年烧路不什么？啊？咋弄的嘞？我咋弄的嘞？啊，那个龙年大。我撸毛了，我撸毛了，俺没有撸毛了，我唱给喂，等一下不了么？给好给不么叫么呢？但那你给发嘞，哎妈，楼下的呀嘛，给弄上的楼面那呀嘛呢？定了嘿。你早挂是咋不得？你早弄的？俺不发那个，哎妈，楼下的不给。啥是收入我？啥是收入我？俺发了没？啥是咋不收了这里？你们来俺来支付哎妈。来了没？我发那个楼下的没给。我来了没？对象啊，对么咯？来了没？那里。妈咪要摆什么？哎，什么了？哎，不好讲的。妈咪要摆什么？这里，路这个你从我上了回来噻，哎，到他妈把到谁打到不了？哟，妈咪要回来别人家包起呢，没拉不得。可不是，俺没有巴西都没干，但考得了，回来不是俺乱哩。我没拉不人呀。拉，等一下俺拉，我听你们讲。喂，你看吧没，妈妈。拉，我听你们讲。喂，妈没有狗，没搞不啊个喂。没搞，阿龙你路啊，俺看那个到位啊。妈妈也没好人家，太我这我这要喂。拉，来个，哎，这帮他妈搞什么？罗贝波你呀？哦。哪能俺来送那里家伙？嘿，不得送那里家伙。哦，路没讲啊，我路上这里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后来路上这没样啊？阿弟。老子你没好听，那我不是还个嘿那，因为那个不能来了呢，哎我们来个是不个，我马上给下地我们咋还不能来得了那个呢？他这么也会个么好？对个么？那特别是那俺这过上子是5年了，不好听呢。你们好啲也会个么好拍的嘛？没有不知道啥嘞，然后给英嘛到，然后嘛到给路不知道个么好，路地呢嘛到给过嘛过到他们说不话到路不知道。这个那要他们说不着到我，看因为俺不能买了，我俺还我们没有搞定，没不那个没有拉出来嘛，拉出来那个那不能，没走。没有不知道那个么厉害的嘛，要英嘛到不是呀，俺你的未必会呀，当然嘛打火是呀。没。哦。ဖြာကြည့်စမ်း 哦，那为啥子呢？哦，够灵了，哦，为啥子？怎么读来呀？这个？没嘞，我拍的咱们都这个围场是怎么嘞？俺是个那啥围。要摆没有啦不？俺是那么长路。一般拍摄，一般没拍摄上去，俺还一般没录给。好呀。你那他们啥不好，打花水的。哦，他们。打花的了。哦，不然推了当时咱们录呀。哎，没录。谁下皮？黄布哎。要不是个谁下，俺们要个俺不买了，累的个俺嘞，他们说不加给你的快就打不。当然。哎。要不是那些他们下不老片的。下不。不只要的话，你好我你比不了。
路， 谁家？啊，别的还是那个山头去。哎，他们怎么考虑高了？哎，老这个人啊，我有的不人了。啊刷呆呆的对象的啊！好的，要不你怎么玩家？他们怎么家会？要不说的我们要不的包子里面，啊，不然我推了打死了没了呀？因嘛到，再不然妈妈到了，这妈妈到，他们怎么？这个打不完的。好的，看我就不了不，让这个别的。我们也不知他们怎么家的，不然我推了没打给，他们怎么家的快就到去。他们怎么家的？快递到了码头，我们啊，要不说啊，不然我推到打死他们了呀。他们怎么家的？快到快有点没，快是不必呀。他们怎么家的？喂，冇要快啲啫，这亏些这个成本最狂啊！不然我推打死他们了嘞。这个这个没有这个人那多不呢啊 妈的，他们俩，他们俩，ก็รับบ้ามละ他的，他们上我那边的。 ဘာဒီဝန်ပရိလက်ခဲ့ဒီမှာ 呀，你那买去。他的，他没得嘞。他们上快怎么个？他们怎么咋变的？你那买你别个。母呢？哎，母女呀。怎么呀？咱那花到背的嘞，咱老公到背嘞。那他们怎么在快打的了啊？怎么呀？你咱换的到背的少，给没得？那一块的咱没得了。没耶，俺要换的到快就俺们好，没换的到快就咱换的两个肉这就换了到完了。没得了，那买不了，给不了。俺们这俩不贵的块呢，不咱们到快咱们母呢，快了哎。哎，比不了，我一百也不，我看你干。你那俺到快咱们母了还没得。